喺讲俺们环境生态嘅保育有重要冇？听常会讲，当然当重要啊。不过当有可能，从来唔识落实去做生态保育，也是根本就唔知生态保育原来係啲做到乜嘅喏。本来有一群老大家享用嘅都市人，38年前，嗰天开始对自家嘅社区公园做起事，佢哋自内自贡区，全心去做实体嘅生态富裕条路，才发现是爱肯去做，就算喺都市当中，亲有生命力嘅公园，就喺人嘅身边。我喺屏东瑞浦农工嘅林君伟，以前我總覺過生態環境保育離我親遠，因為就像如果到郊區也係山檔，能做得參加。我從來冇想過今年喺都市風也能實現。故所我傾向聽聽一群志工朋友去體驗，看看佢哋到底做到乜嘅，也希望大家每家都一百個機會，本我更加清楚未來能替生態環境保育能做到乜嘅。小木的泰国係目測公園將翠湖自貢區嘅職工，認真小兒麻痹行通唔理偏，不過佢還係意識定自家做嘅溜冰，當初佢呢去做實體嘅撫育，韓國見本日佢要帶定人嘅練習生，認識翠湖一個都市度嘅室外童年。来，君伟，我今天来带你来这边是我们翠湖的下池哈，带你来参观这边的一些水生植物。那我们今天来这里主要是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这边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哈。那我们今天带你来这边哈，看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内，来移除一些外来种。那很多志工都会利用时间拿他一个时间来这边做一个整理。有樣啲無機人嘅素材，就看到昨天關嘅3個志工太子，佢見啲湖水度慢來命來命去咧。原來佢哋平常時就會喺翠湖度做好機關，希望做到一條可能會危害台灣原生種嘅外來生物。曾大姐有抓到什麼嗎？就只有一顆福壽螺而已，還有一個網子啊，還有一個網子。曾大姐，裡面還有嗎？裡面沒有，裡面沒有東西。今年61歲嘅蒼太子，咪係翠湖攞經驗嘅志工，從根本一樣順機關嘅條路，就係佢平常時自家會來做嘅服務。因為總係有太多人寵物休息啊，就冇去咧。本幾件退休嘅佢，呢條壓力係愛為生態保育來付出。我上佢哋年紀安太嘅。愛按呢走上走下，又下水又愛北上北下嘅，嘅腰骨啊嘛，嘅親都唔掉。不過佢哋親熱心來保育這個生態環境，我覺得非常值得佩服嘅呀。大姐，今天抓到什麼？哦，要看看哦。今天抓到一些螺類。哇，这一顆就是福壽螺。那福壽螺呢，它繁殖力非常的強，然後對環境的生態的破壞力非常的強。這裡面呢還有一些螺類哈，還有鹽田螺，這個都是螢火蟲的幼蟲的一個食物。這邊還有一條魚。哦，對，這一條呢就是泰國鯉，這個是外來種，非常的兇悍。那它對翠湖的生態呢，破壞也是蠻嚴重的哈。我剛剛有看到2隻蜻蜓在交尾，結果一個分開，看到有一條魚，應該是它們跳上來要去咬蜻蜓。哦，我剛看到也嚇一跳，我想說哇，這個魚子實在太厲害了。權威最近當好彩，一到翠湖就做得看到一條外來嘅生態殺樹。
不过想要做一个同站调嘅生态志工，当然做唔得伫边顺看天天咯。尤其对翠湖一片丰富嘅台湾原生种植物，还卡做唔得唔清唔楚哦。静茹，我现在就要给你一个功课了哈。那我让你去找2个这边的原生种的植物哈。那一种叫做野雌菇，那目前它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植物在开花，它是其中的一种。哦，那另外一种叫做水蕨，它的叶子很特殊，哦，长得有一点像鹿的角，让你去找出这2种植物。好，我给你这个功课喽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我们一起去哈。好，那我就去喽。哦，好。肖大哥突然出一个这么困难的功课给我，当下有点不知所措，然后就只能懵懵的去看、去找，不管它是不是正确的东西，看到亲贴片，我就翕风来安尼。冇唔错，对冇上过任何生态课程嘅球迷来讲，一隻任務確實有到沙漠中。不過，其實小泰哥真正嘅用意係愛培養佢更加好嘅觀察力，也咪係生態志工天初愛有嘅條件咯。做一個志工，愛來學習一個東西，實在愛有經驗，我感覺真唔簡單。伊講有蟲嘅，又有親像鹿角嘅，不過我親按到。有差唔多共用。佢講嘅水中嘅植物，應該要去嗰邊有水嘅地方看看。我實際在找尋植物的時候，看到亞種同佢講嘅親像共用係，唔知係唔係佢講嘅嗰種嘅植物，就很多都長得很像。你看係唔係嗰種嘅啊？蟲嘅蕨類。佢講係親像蕨類嘅東西，應該看起來像這種的吼。你看，係唔係這種的啊？喺水中漂浮嘅起，嘅親像鹿角嘅，應該係佢講的那種的。我先把它拍起來吧。對我行業來講，面頭前看到也長悠悠嘅大自然，可能就啲也係植物。不過對生態志工來講，是係愛啲特種植物嘅名還有貼士。像一隻黑花按做水鹽酸，反而按做田絲草，因為細皮葉味就像田絲，韓國佢本身係台灣原生種嘅水生蕨類植物。一隻達千多個子嘅黑花按做小玲瓏樹，反而按做水花棋盤腳，因為佢嘅果子當像羅條白做嘅足腳。係暗木頭正喺開發嘅植物，咪係台灣當珍貴嘅實體植物。講到權威愛負責前會開四拍花嘅野雌菇，韓國也會唱鹿角嘅水結，當然咩啲也長悠悠嘅公園。接下來就看佢嘅木族有禮貌。肖大哥，我已經拍了很多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教的那2樣。哦，好，來看看我來看一下哈。好了。開得不錯哦。是嗎？對。我覺得植物這麼多種，不知道是不是哪一種。像這一張可能就你可以再近一點，可能葉子啊，還有它的一些狀況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。有拍到蜻蜓哦。對，不錯哦。所以就是你剛剛講的是這一種嗎？這樣子好不好？因為已經接近中午了，那我們先去吃個飯，然後再慢慢的再跟你做解答。頭都拍了那麼多啊，怎麼突然就說要去吃飯？怎麼沒有馬上就講我拍的對不對？是不是正確的？就賣了一個關子給我，讓我覺得有一個疑惑在心裡面，所以那就只能說好吧，那就是先去吃飯了，等一下再來看看是不是我拍的正確這樣子。好吧，那我們就走吧，吃飯嘍。去吃飯啦，一起吃飯嘍。我們現在就開始吃飯嘍。好。肖大哥，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吃飯呢？不是在餐廳呢？這個地方是木柵區明興里，我們的翠湖志工大部分都住在這附近，所以你想了解一些生態的東西呢，可以到這邊來詢問就可以。
那我们就边吃边检视你刚刚拍的照片。好啊，我还真的很期待我到底有没有拍正确的。那你想会是哪一张呢？因为我想说看起来都很像，然后也有拍一些像昆虫类啦，或是说我觉得很特别的，我都有把它拍起来这样子。像这一只蜻蜓叫做善变蜻蜓。善变，善变哦，那是我们翠湖里面也常看到的一种生物哦。那它也算保育类吗？它目前还不算保育类哦。那这是你拍到的野植物，就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它的花哈是白色正碎，对，然后花冠是白色的。哦，那我检视一下照片，好像水蕨的部分没有拍到很正面。是啊。那这一张照片里面有拍到水蕨哦。那你认为水蕨会是哪一株呢？应该是像这种有点长长细细的这种吧，就插到边的这个。对，它的叶子有一点像鹿角，断一小段这样。哦。对，水蕨就是这一株。我认为我对于植物的认识还不太够，很多植物都长得很汹涌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机会的话，应该会倾向去参加一个生态环境保育的课程，去多了解多样性、多样化的植物。安尼。虽然精美嘅翕相任务无算完美，不过其实小泰哥带起来到明显味，唔但抢起味道爱看相片，还会不仅认识沙溪渡嘅生态之光。因为下周佢哋就有常态嘅古生体维护工作，本卷尾每做地去了解一下富顺老山拿渡嘅生态保育工作，算来有乜嘅无共用。这边有一个蛮漂亮的哦，很大，哎。你请嘅福寿螺，是菜讲唔好请。你会看到这整个水底下满满的全部都是金鱼藻。哦，那一块就是我们的社区的生态区，三面都是山，哦，三面都是山，那中间有一块凹地，以前的人家有做梯田，种一些水稻啦、茶叶啦，那现在已经人搬走了，那现在就荒废了，那也没有人去干扰，所以现在很自然的繁衍出很自然的一种环境。哦，像我们记录到有10种的保育类动物，哇，14种的蛙类，哇，5种萤火虫，哦，这个在全世界的都会区能够有这么多的生物的非常少，对啊，所以在台北市非常难得，所以我们志工花了很多心力维护这块地方，所以我们不定期的要去除草、清野溪，那维持它一个有水的环境，这样萤火虫才能够继续繁衍。哇，老好呢，那也才2块啊，2块。志工大家上见面就开始落羽毛诶，看来老天公系想去考验大家做得坚持下去，做得有耐心么？故所洪大哥今天就本单嘅计划，带领所有嘅志工继续去基本嘅工作提点。下雨比较凉快啊，不然对啊，顶着大太阳做事真的很热。你看哈，今天我们就清这条野溪，它应该从那边下来的哦。那现在这边都淤积了，那我们就把这边2边把它清干净，哦，那把土稍微挖一下，给它顺一下，让溪水可以这样流下来。是啊。那拿镰刀的，我们就把附近的草稍微把它清一下。那我们拿圆锹的，就把这条溪挖一下。哦，我从那边开始，那你在这边好不好？好。那挖到这个东西要丢，就往旁边叠就好了，往旁边叠就可以了。尽量丢高，对啊，当养分。我们在这边除草跟一般的除草概念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除草不可以除根，哦，还要保留一点10到15公分的长度，因为根可以附着土地，然后昆虫有地方躲。像树叶我们就不能扫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在夜观的时候，听觉比视觉重要。那有什么昆虫、爬虫走过树叶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。哦，青蛙跳的时候就咚咚，蛇的时候你就警觉了。所以一般我们树叶我们都不触。
挺难得遇到亚些落地的田子了，做亚些清理这个水道，让它能够疏通。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体验。那刚刚其实他们这个里的里民挺热心来做亚些事情，唔讲俺能平东，加上嘅人亲手係大家做志工嚟做亚些呢。就说俺希望也把个机会做得带本啲本地人讲，大家可以做得有限嘅时间，可以来做一个志工的活动，来为社区来贡献啊。雨越来越大了，我们今天就收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下一次再来。哦 ，OK， 走。好，谢谢各位喽，辛苦了，你们都辛苦了。不错。现在成绩不错，你看野鸡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伊越来越大，没考虑到安多职工的安全，某一点钟的野海清理，没暂时停下来。不过相信有了一摆无强风雨的经验，天公日打造翠湖汉克大型的固身体维护工作，天促靠唔帮全面咧。大昨日，将翠湖子工区都会进行大型的外来种移除工作，韩国根本的军委没有来参加咧，韩国体验落水执行清除的任务。没吗？会不会太紧？不会哈，这太松了可能会掉。这我不会绑，这边来。也係我第一擺做青蛙裝啦，啊，就覺得悶悶熱熱的，就是冇乜個習慣安尼，因為一個青蟲，啊，你腳要伸進去，啊個有時候會卡到，故說會天天嚟做，安尼這樣會順，不過就感覺有一種新鮮感安尼。我们走下来的时候，尽量就是走这个算是田埂上哦，不要去踩到那个水生植物。好。今本日军委的任务就是田田职工常態子向下清拆翠湖下池的复蘇路。不過看起來冇乜深嘅池水，上岸一批池度，很正經有點難哦。可以稍微抓一下，因為剛下來哦，那個泥巴很泥泞，會軟軟的，會有點怕。哦，陷進去。就是一腳踩穩，另外一腳在動，腳會比較好控制。我們找福壽螺，一般就是把那個水草要把它撥開，它的習性是會長在這個植物的莖上面，因為它那個福壽螺的小 baby 啊，它們一下來的時候可以直接掉到水裡頭，所以之前我們為了找這個福壽螺也是挫折感蠻大的，因為一直找不到螺，只看到蛋，蛋找了一堆，但是你的螺沒有找出來的話，變成說你還是在做白工。它會一直生着。對對對，後來我們有位梁大哥，他是拿了一根竹竿哦，就在這個湖面這樣撥，他那個福壽螺有時候會剛好是在這個葉片上。另外一個撇波就是，記得小時候在蒙拉的經驗哦，就是手這樣下去摸泥巴，然後你會摸到像那石頭的東西，你一摸到就會很高興，只是說可能會比較辛苦，但是其實還招不大會，你就把它坐下來。坐下來之後，你會發現好涼哦，比你站的都還舒服，而且腰都不會酸。去清嘅福壽螺，是菜講唔好清，因為你不知道佢會變體內，啊，我會用手去撈，不過你也不知道說，底部有乜嘅東西，因為害怕說裡面有乜嘅有毒的東西在裡面，就是會促成氣嘎呢。这边有一个蛮漂亮的。哦，我们过来看一下。哦，很大，哇，这个卵好大。这个卵好大。那它一般产卵有分说，都早上还是晚上？都是在半夜。半夜。对，所以我们目前都还没有拍到，就是说它在产卵的过程都还没看见，因为都在半夜。然后应该是每一颗都会孵出来。很少说有一个生物
那个产卵可以产这么多。那郑大姐，我们在这边清除福寿螺的工作，那我看上池蛮多人在那边，他们是在做些什么工作呢？他们现在是在忙着清那个金鱼藻，因为那个上池那边那个整个湖面的都被金鱼藻占满了，多到我们有时候要看到水都看不到。那你要不要一起过去体验看看？好啊，真的可以吗？那就跟我走了。好啊，走吧。水湖嘅松池水较深，面积咩较发，故所要提供咧很较好嘅生长环境。各类外来种嘅藻类，此也咩唔会标题第一片上边落单嘅好机会，故所爱天气出题记到，就是子公平常爱做嘅事情咧。那你就跟着我下来。那这边的地方呢，水比较深，那小心走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呢，从这里小心。好。可以。可以。好。我们今天下来这个池子呢，我们要去移除的这个呢，叫做金鱼藻。那金鱼藻呢，其实它在坊间很多的水族馆里面，它都有贩售。那只是它很意外，就是它进入到我们这个水域的时候，它整个蔓延开来。你会看到这整个水底下满满的全部都是金鱼藻。那在上面这些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浮起来，这个呢是满江红。那它有满江红之外，也有一些浮萍。那其实如果说整个水面里面都是金鱼藻，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它会去影响到就是水底下的一些底栖生物，它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有那个日光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增加一些人力，然后去做一些抑制的动作。你要不要试试看用木棍，然后从远方就是把它平移回来？对。我第一摆用那个杆子去清，就会感觉清神奇，因为没那个东西来天数，其实去甲去捞捞不到什么东西这样子，就多了一样这个工具，让我们就省一点力去捞更远的这个金鱼藻。就是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安尼。像亚以太片嘅外来藻类，大摆子共用嘅几点钟，每单枪做得清洁一些铺粉天天。故所古身体嘅维护，正经系一项长期抗战，韩国维持水湖嘅生态平衡，还较需要自贡嘅热情还有好体力咯。一摆佢为咗嚟实际参加，相信佢听朝会有很较多嘅想法。其实以前感觉做志工其实冇咁简单，很多人学生为了做志工就是要赚那个时数。不过也慢才发现，其实做志工只要有心，人人都是能够当志工这样子。又感觉到大家的感情也很好，而且他们那么努力认真做了好多年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反观自己就觉得没有对于这个社会或环境付出更多的贡献。就觉得自己其实还要在这多努力这样子。那你刚刚这样子参与了我们移除这些金鱼藻的活动，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兴趣当志工？我觉得做这个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可以保护一些生态的环境，然后让水底中的那个生物可以阳光照射的机会。我觉得做这个志工很棒。其实当志工好玩的成分，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亲近泥土，然后亲近这个水域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对这个环境是有帮助的。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，希望可以让你有对环境跟土地有不同的一个认识。谢谢你今天的帮忙。不会，这是我们都应该做的。